總價138萬，20分鐘返到港珠澳大橋關口。而家係珠海洋房嘅價錢就可以買到我身後呢間大別墅，而且仲送埋你中港兩地牌添。正所謂可以買別墅，何必住洋樓？恭喜鏡頭前面嘅你，以後唔使再周圍睇 apartment 啦。整個別墅區都用咗呢一種歐洲小鎮式嘅建築風格，睇落真係有啲似香港嘅比華利山啊！一返到嚟屋企入門口右手邊呢，就係呢個咁大嘅 open kitchen， 裏面有個生活露台採光同埋可以晾衫放洗衣機，而喺廚房旁邊呢，仲有間小客房，大家都可以好似示範單位咁做翻個榻榻米地台，簡約得嚟又慳錢。而別墅通往上層嘅樓梯位呢，都夠晒闊落。每級都唔會話好高，上落都比較輕鬆，而樓梯底嘅位置咧都做翻一個儲物嘅空間，可以改造成為小雜物房。宮位呢邊咧都做翻乾濕分離，企缸位置都夠晒大，可以整埋浴缸。大廳設計客飯分區，咁而喺呢一邊咧就做咗個有成6米挑高樓底嘅中空飯廳，一家人喺度食飯都唔會逼傑。而客廳開間咧有成7米，而進深咧都有成8米長，黃金比例夠晒闊落。而交樓嘅時候咧喺呢邊會有個大露台。可以欣賞到花園綠化同埋別墅景觀，唔少嘅香港業主咧都會將露台封埋佢，整個大廳推埋出去，空間感直接拉高到天花板啊！而上到嚟2樓咧，主要就係主人嘅休息區域，間開咗3個房間同埋1個工位。一人房咧當然係套房啦，有私家嘅洗手間，最緊要夠晒大，而且咧仲連接住2樓嘅露台。每日一起身就可以打開趟門，欣賞下鳥鳴聲同埋吸收下新鮮嘅空氣。好啦，我哋最後上到嚟天台啦，可以好似呢度咁加裝翻個陽光玻璃房，出面留翻個露天空間。得閒約埋3、5知己喺度嚟翻個 BBQ party， 夜晚飲翻2杯睇下星星，真係夠晒 romantic 啊！別墅翻港珠澳大橋口岸就20分鐘，樓下有穿梭巴士直達關口，交通都非常之方便。7分鐘就可以去到全區最大型嘅廣場，日常生活入貨、行街睇戲、衣食住行、吃喝玩樂喺晒度。整個別墅盤咧，總括性價比、質量、交通、生活配套同埋環境方面咧，可以評為9分。呢一間千年難得一遇、有小比華利山之稱嘅 house， 你點可以錯過？超特價單位比正常房源足足優惠咗成60萬。清貨價最後3間啦，手快有手慢冇，仲快啲 WhatsApp 翻個 Coden，約翻個時間帶睇樓。